咱台湾的美。另外这边，张国伟的荷兰豆浆嘛已经垫底完成，要进行后一步咯。取顶沿的豆水放入去鼎内面煮互滚，然后把底层的粉浆留焦匀，慢慢放入去煮滚的豆水内面。我现在脚力道就是也是经过时间，然后才慢慢比较顺手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这边几乎都是那个，就是洒出来的那个酱，或者是烫到那个手之类的。原本是职业军人的张国伟，拄倒来厝的接膝头的前3个月，会当讲是非常的辛苦。伊讲早起床的时阵，手拢是扳袂开的，都要一支一支慢慢啊甲掰互开。这道工序上重要的就是粉浆甲豆水之间的比例。加入粉浆的时阵，要一直搅烂豆水，撇面粉浆来调底。豆水嘛要分批甲加入，受过烤的豆水拄着烧会马上来结冻。产生一寡一粒一粒咱无爱的物件，若是安尼，就会影响到荷兰豆粉规个口感。前面的浓酱和清酱就像那个，好像在谈恋爱，盐巴下去就是要结婚了，就是要成定局了，所以它浓稠度就会出来。那个浓稠度感觉就像那个夫妻的那个相处啊，就是要有点浓，然后又不能太浓。来回加添甲搅拌的工序需要半点钟。煮好的荷兰豆浆高高黏黏，要放伫电锅内面保温，才袂结冻。这就是云南人口中的鱼豆粉。南上豆油、麻油、花椒油、蒜末等等来甲调味，搁再压一寡土豆甲盐水，这就是云南人上喜欢的早顿。将煮好的荷兰豆浆倒入去大平盘面顶，予伊放凉结冻了后，切成一块一块，这就是滚软的荷兰豆粉。将荷兰豆粉切成长条形。或者是三角形，唔免过粉，直接入鼎落去油煎，搁再加上店内自制云南泡菜酱汁，安尼就是大人囡仔拢喜欢的煎荷兰豆粉。煎荷兰片是先把荷兰粉切落薄薄，再搁落去油煎。伊的外形小可亲像煎虾饼，淋一寡牛奶果起哩，这就是中正市场内面真稀罕的特色美食啦。但是，这上有特色的是全市场唯一的马卡龙七彩米干。头家张国伟讲，会做七彩米干，其实是因缘际会。因为当时伊3岁后生，就爱甲汉堡、薯条这类的素食当做伊的早顿。为着要改掉因囝这种爱食素食的惯势，头家想到会当用伊上爱食的气泡来做米干。反复研究，最后以甜菜根调成红色的米干。甲因囝讲，这就是气泡米干。就安尼，互因囝慢慢爱着因兜家己的米干，这个充满父爱的红色米干，嘛，互伊开始发想其他色水的可能性。除了甜菜根调制红色米干，其他的口味也有红菜头、番麦、花香叶、纳豆花、甲紫米等等的食材。头家反复来试验，用果汁机拍成汁。经过过滤，再搁甲纯米浆调配成最佳的黄金比例，上尾才成功会当做成5花10色的彩色米干。
搁再加上原有的白色米干，安尼就是上水的七彩马卡龙米干啊！摕来凉拌也是煮汤，拢真适合。当年接手来制作米干，张国伟无想伤济，义无反顾，就是希望会当把这个家团的滋味保留落来。这个它就是因为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的东西，所以也会说希望把它延续下去。我问我爸，他习惯把那个店里的店章，还有他那个就放在一个那个茶壶里面，然后就把茶壶交给我我就想说好，那我们就做个简单的交接仪式，就这样开始。然后再来就是成败就是我自己负责了。张国伟嘛无互因老爸失望，继续打拼来经营因老爸的米干招牌，迄种纯手工的好滋味，一食就知影。你来看，七彩的米干呐，哦，因遮咧做米干吼，甲客家人的这个板条吼，料啊有成，伊嘛是拢用在来米落去做，但是因的米干的做法，会搁加一寡太白粉啊、番薯粉啊，互伊食起来较 Q。啊，米干吼 ，QQ 嫩嫩安尼。啊，佮配上伊的这个调味吼，真特殊哦。除了迄个米干本身迄个米的甜味以外吼，佮因为这个食材染色的关系，佮加一个无共款的气味伫。所以讲这七彩的米干，每一式都有家己足特殊的气味。来，我看你的还蛮爱辣椒的。再介绍一下我们店里的另外2种辣椒哦，这个是酸辣椒，这是我们是泰缅比较喜欢的，它是酸的口味。然后另外这个是我很辣，因为它真的比较辣。然后它是我特别另外炒的，它有酸香的味道，你品尝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咱来试一个，因讲泰缅的迄个辣椒吼，感觉是较酸咸啦。哦，即安尼一罐加落就随便泰国味啊！啊，试一个头家讲上咸的咸椒啊，所以咱莫掺伤济，一煮啊就好。哦，这罐足厉害哦！你食入嘴袂讲最咸的，但是迄后韵吼，慢慢拼起来吼，咱就开始流清汗哦。哦，这3种咸椒啊，拢无共款气味，真正是滋味千万种啊！来，2个，来，哎，来。哇，这什么？对，我们店除了七彩米干，另外还有我们的豌豆四宝。豌豆四宝有吃过吗？没有。好，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第一个，这个是稀豆粉。等一下吃的技巧就是你要先拌一下，用筷子这样搅拌，搅拌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它就不要再动它了，因为你一直搅它会变水水的。一次到定位，然后就可以慢慢一汤匙的吃。好，了解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来看。一个虎林豆吼，有法度变化出安尼无共款的料理。来，头家讲爱拉一个，足好食的呢。我有放一寡因的特别的迄个调味吼，那虎林豆的迄个香味嘛拢遐甜的，共款因的特色的调味，土豆腐。哦，啊，佮这馍啊，啊，佮有因的酱料，种共款用这个虎林豆落去做变化吼，做一个敢若安尼煎粿安尼。如果无共款的气味，伫咧中国南方哦，一句俗语咧讲吼，
立冬种豌豆，一斗还一斗。意思讲吼，立冬的时候，咱来种这个茯苓豆吼，啊，这个时季若对吼，哇，迄个拢最好种的，你种偌济，伊就发偌济出来。好，所以讲吼，咱就是只要肯拍拼，拢物件无通食吼，这就是因的茯苓豆变化出来，无同款的料理，拢伫遮。